来，这个脑中风不是老人的专利，近年来有少年化的趋势。台中有一个36岁男子，平时真爱食鸡肉糋甲手摇的饮料，一礼拜至少拢爱食3摆，结果引发到脑中风了。 清凉甜不袂凉的，加上香港糋鸡，民众上爱食这味。台中一个36岁少年仔，一礼拜上少食3道，想不到竟然脑中风。急诊医师判定他可能是个急性脑中风的个案呢，就会帮他启动急性脑中风的程序，会联络我们值班神经内科医师来做中风的症状严重度评估。查甫人从送到病院时，血压飙高到203，1点钟内小连续做6支降血压的药化才降落来。近年来，大家饮食逐渐西化，那再也要提醒大家要戒烟啦。吼，这几项其实是典型中风的危险因子。因患者是做面班，生活无正常，经过医师的建议，已经改善3顿食食，嘛困有饱眠。不过根据统计，脑中风少年化趋势，即使民众若是出现烧伤的镜头，爱叫你紧互医生看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